中国小伙在老挝花了半年的时间找到了自己的真爱，女方不但没有要他的彩礼，反而还送给他一块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老挝非你所想。自从我开始做自媒体介绍老挝以来，就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留言和私信我：老挝找老婆好找吗？老挝找老婆需要多少彩礼？我一直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每个人是不一样的，大家不要被那些中介所误导了。有些中介会跟你保证，花20万3个月给你找个老婆，但是找老婆毕竟不是买东西，不是用钱就可以解决的。别人可以保证3个月帮你找到老婆，甚至帮你办好所有的结婚证件，但是谁又敢保证这个老婆会一直陪着你呢？我觉得找老婆应该是用心，而不只是用钱。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亲眼见证的老挝爱情故事，希望能对那些想来老挝找老婆的中国人提供一些参考和思考。2017年的时候，我同村的一个侄儿子，名字叫小兵，年纪30岁左右，他来到老挝想找一个老婆。他来老挝万象的第一站就是来到我家，很直接的跟我说：叔叔，我来老挝就是为了找一个老婆。听很多人说在老挝花个10几万20万就可以找到一个老婆。我当时就问他，你小伙子长得也不错，头脑也很聪明，为什么在中国找不到老婆要来老挝找呢？他跟我说，叔叔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妈妈有间歇性的精神病，我也谈过几个女孩子，后来人家一听说我妈有这个毛病，女孩子就直接跟我吹掉了。现在我爸爸他听说有很多中国人来老挝这边买老婆，我也想来买一个。叔叔，你帮我介绍一个吧，需要花多少钱？我现在就转账给你。真的，我当时被我这个同村的侄儿子逗笑了。我当时就问他，我说小兵，你的目标是怎么样的呢？他直接跟我说，我也了解了一下，花20万3个月以内就可以找到一个老挝老婆了。我问小兵，20万你在浙江做裁缝的话，需要多长时间赚到呢？他告诉我2、3年就够了。我说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因为20万你要赚2、3年，那你还不如花个几万块在老挝玩个1年半载的，看看自己能不能谈一个老挝女孩子。第一是你慢慢找，慢慢选，花点时间，一定能找到一个和你相爱的女孩子。第二是你在老挝待一段时间，你也会学会老挝语，能稳固你跟女孩子之间的感情，也能让女孩子去到中国的时候更舒服一点。小兵听了我的话，想了想，很干脆地说：叔叔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有几个同学在巴舍那边，今天我就坐车去巴舍，他们去哪里我就跟他们去哪里，反正跟他们玩一段时间再说。说真的，我这个侄儿子也是很聪明的，他差不多3个月，老挝话就能说很多了。老挝女孩子也有认识好几个，他都把那些相片发给我跟我老婆看，每天跟那些女孩子都是用手机、用翻译软件来聊天。大概6、7个月的时间吧，他带着一个很漂亮的老挝女孩子来到我家。这个女孩子说是16岁，看上去好像只有13、14岁的样子。看着他们2个在一起非常甜蜜相爱的样子，我们也替她高兴。由于女孩年龄的原因，他们选择了在老挝办理结婚证，所有的证件都是他跟女孩子2个自己去跑的。不光是省了很多的钱，而且把所有办证的程序他都搞清楚了。所以后来他几个亲戚来老挝找老婆，那些证件都是他帮忙办的。证件办好以后，他从万象这边要回家去，买了很多的饼干、牛奶给我儿子，说是感谢我。他说除了花点钱请他们亲戚喝酒，基本没有花彩礼。而且现在女孩怀孕了，她的父母又给他们一块地，这块地的位置还不错，离巴舍的市区只有几公里。
后来他回去中国以后，就生了一个小孩。一年他回来老挝2、3次，现在已经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了。他的老婆除了会说普通话，连我们老家的土话也都会说了。这个老挝女孩子对她的爸爸妈妈都非常好，她妈妈也因为有了孙子，她的病情也好转了。现在一家6口其乐融融。节目的最后，还是教大家说几句简单实用的老挝语口语吧。老婆 Mia 妈妈 Me 爸爸 Po 老公普啊哥哥爱姐姐ơi弟弟น้องชาย妹妹น้องสาว儿子ลูกชาย女儿ลูกสาว来老挝找老婆มาเอาเมียอยู่ลาวมาเอาเมียอยู่ลาว OK，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分享。老挝非你所想，带你了解一个真实的、不一样的老挝。拜拜，下期见。